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今年无风台，6月甲10月落雨量创历史的新低。石门水库出现着56年来第一届无风台进这个集水区，因应着欠水的问题，农委会来宣布，土恒新定苗栗1.9万公顷的农田停止灌溉，政府会做补偿的措施，希望甲农民的伤害减甲上低。 今年的雨因为落较少，所以即马水库已经看到真侪黄土，明显看得出来，即马欠水真严重。好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石门水库的东区码头。以往要是满水位的话，水的高度大约会是在记者所站的平台这样子的一个位置。不过由于现在干旱的关系，水位已经降至这么低。这是56冬来头一届无风台进入石门水库的集水区，要附近靠水食饭的民众真烦恼。我们是靠水库在生活的，我们东区码头在海拔227，我们就要撤码头了，所以这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。目前石门水库有效的储水量只剩43%，已经是历史的低点，送水的负担嘛愈来愈重。另外，包括明德水库、三门水库等等的7个水库，储水量拢伫5成以下，所以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拢爱减压送水。农委会嘛宣布，桃园、新竹、苗栗部分的稻仔田拢爱停止灌溉。针对即将要办理停灌的这些灌区，我们做了一些盘点，范围大概是1.9万公顷。面对农民的损失，政府会来补助，但是这段时间，敢使请大家多多体谅，水爱用较欠咧。